敬请收看台视东北虎点秋香。咱大家对音儿啊，拢嘛足疼伊，啊，甲上好的拢予伊。若是即门的婚事，我是想讲何太守啊，都遮尔好意啊，啊，音儿会当娶到这个千金小姐，这嘛是真好啊。你也要哪会知？要哪会知？这拢爱怪你啦！爱因儿娶这个千金小姐，啊，你家己咧？啊？即马现主是个华太夫人，伊当初时嘛是富家的千金呢，人伊要嫁你哦，啊你是安怎办？你做你走，哼，家己哦做袂到的代志，啊偏偏啊要压迫家己的囝做，因你今仔会遮尔啊痛苦，这拢是你害的，你知影无哈？是啦，拢是害你的唔好，害你的错误啦。阿妈，阿爹，唔好啦！阿妈，阿爹，代志唔好啊啦！是安怎啦？我来送别我看啊，要转后头厝啊啦！陆勇，稍等者啦。yok呀，哎呦，安尼是咧创啥物戏啦？莫遐冲动，听妈的话吼。这间厝我已经住袂落去啊！我知恁大拢咧怪我，要走上工。我苦苦伊求出光明，我安尼做也唔对心。伊即摆伫外口有查某，你搁咧暗唬伊，我已经庆幸啊啦！即个等下后头厝，除非伊亲心来甲我回信嘞，我是无可能搁倒转东家。陆勇啊，啊你若安尼就走转后头厝，我是要安尼向你的阿弟甲阿娘交代咧。安尼啦，阿弟平常时上听你，你着阿弟一个面子留落来啦，好无？老爷，即届拢爱怪高爷家己啦，拢是家己做得来的啦。阮小姐已经死心啊啦，即摆搁讲啥物哦，拢已经无效啊啦。无啊，金秋啊，你即摆是咧黑白讲啥？啥物拢我来遐家己做得来，拢我来遐唔对。即落话哦，爱变过来讲啦，是你小姐哦，家己做得来，家己唔对啦。严去，主长啊，你唔免在咧遐查场迄度啦。陆勇啊，阿弟知影你受着委屈，伊也毋过你甲想看觅。音儿虽然对家己的想法啦有较固执淡薄，伊毋过伊平常时嘛真友好、真善良啊，性情嘛袂歹啊。敢讲你安尼就要甲放弃啊？阿爹，我足唔甘愿，我真欢喜会当继续配合，我嘛真心要做一个好家人。也毋过，毋管我用什么办法，都无法度改变。我已经觉悟啊，虽然我无法度改变，也毋过，伊是我的翁婿，
伊永远就是我的。我无容忍伊心肝内有别个查某。我虽然转后头厝，我也袂放伊煞。上好莫发嗲，若无我是袂好好日子过。陆瑶啊，陆瑶啊！哎呀，好，你好啊，哎，我试看卖，我试看卖。恁这两个学生啊，为师啊，平常时啊叫恁读册，恁都唔读册，害为师啦想到恁两个就足生气的是。哎，成功啦！小猴子，小猴子，最后啊，最后。兄弟啊，这杯吼没有老师诶，你下一个千万唔肯唔掉去哦。我知啦，其他人偷一间。系啊，两位少爷阁想要创治老师，我是不是爱甲了连先生提起呢？希望讲你老早，老师搞早，两位少爷已经到啊。你早搞啊？哦，我意思是讲，因早伫咧厨房咧等你啊啦。安尼真好，我马上过去。啊，老师，希望讲，有啥物代志？夫人希望了连先生愈早走愈好。我只是欢喜一个查囡仔，哪会当违背夫人的意思呢？老师，太叔甲夫人离开之前有交代我，你初初来到华府，你若有啥物需要，尽量吩咐我。多谢秋阳姑娘关心。了然若是有啥物需要，则希望秋阳姑娘成全。奇怪，是安怎？伊遮尔坚持要替我画像呢？唉，莫想遐多啊啦，亏得伊可能伫华府嘛住无偌久啊。来啊，妹！嘿，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，老师熬早，恁熬早，真欢喜会当做恁的老师，教恁读册。恁坐啊，老师不爱坐啊，阮做学生的也唔敢坐。真好。恁真知影尊师重道。啊，对啦，对今仔日开始啊，我要讲真济家老大的故事互恁听。家老大，对。哎，讲嘞，老师，敢唔通坐啊？老师要坐一只啦。啊，坐遮甲坐遐有啥物差别啦？这个自由，这个自由。老师，啊，你想要讲家老大的故事我听？是啊。哎呀，你紧讲啊，紧讲啊！我甲恁讲，伫每一个朝代啊，拢有一个家老大真伟大的故事啦。有一个朝代叫做晋朝，有一个诗人叫做陶渊明。这哪有可能？我敢有看唔到？老师，啊，若照你安尼讲哦，迄个陶渊明就是因为含迄只家老大住咧山林，所以才会当写好遮尔好的诗啊。嘛会用安尼讲。安尼讲起来吼，嘿，阮甲家老大嘛是好兄弟呢。安尼以后哦，阮嘛会使变做伟大的诗人啊。这嘛是有可能啦。只要恁两大才子认真读书，啥物代志拢有可能啦。老师，恁这嘛是咧创啥啦？我喙焦要啉水，啊无是要咱继续讲落。真歹势，拢啉了啊！老师，阮两个兄弟哦，先喙焦，甲你的茶啉了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我的茶吼，互你啉啦。我嘛是。啊，若无够，我再过来摕。对。啊无好啦，我啉完吼，再讲其他家老大的故事互你听。老师，歹势，阮两个兄弟先出来一下。水回来哦。
老师早就拢知影，是安怎拄则无爱直接点破？人啊，拢是爱面子的啦。假使若是直接点破吼，会伤着因的自尊心啦。安尼互伊家己良心发现咯，毋是佫较有效。老师果然是见识过人，两位少爷根本就毋是你的对手。啊，毋过你若要互少爷甲迄杯有下药的茶啉落咧？即摆啊，我是有意要甲因教示啦，互因知影害人害己的体验啊。后摆啊，就毋敢去创敌人啊。老师，我等下。老师，你拍起，人跟出来是，水等啊。伯啊，啊你叫队长的找我来，有啥物贵事？老饭店啊，碧虎离开厝的后一段日子啊，一点仔音讯都拢无啦。这也甲伊一向的行为啊，完全拢无共款。自从音儿啊离开厝的了后，连自业也去甲走转后头厝啊啦。迄只好爸母倒转去因后头厝哦。哎呦伯啊，恭喜哦！那呢咱天下太平啊！你哪会用安尼讲啊？你甲看，我这间店，较早遐人家拢唔来啦。唉，无生意啦，生意也做袂成啦，啊价无成价啦，当家散体啦。真好啊！明仔我会互你母死哦。这八王爷伫寿宴中对老夫礼遇是非常。老爷，你是当今皇上的老师，八皇爷对你礼遇，这嘛是应该的啊。夫人，你讲这个话若传出去吼，人会讲咱家己的人咧捧家己的人。秋香啊，是。两位少爷咧？回禀老爷，两位少爷即摆看陈师伫咧厨房读书，我来请伊啦。秋香，既然咧读书，夫人，咱就莫搅扰伊。哦，是。奇怪，都已经安尼啊济工啊，了然先生，乃无互阮两个囝甲赶走。夫人，一路上辛苦奔波吼。秋香，夫人回房休困。唔免，老爷，我一路一直赶要倒转来，目的就是要看咱两个宝贝仔囝啊。老师啊，安尼用的无？哦，真好，会生大粒未？别，老师，我咧，你嘛真好啊。老师，请用茶。哦，这茶吼，是阮阿爹甲阿娘啉的上好的茶啊。安尼哦。安怎？足香的呢？足香哟。伊是真好打呢，哪用安尼考到咱的囝？这想什么款？学生是好先生，是正常的代志啊。这什么正常？哼！无啊，你哪里是咧创什么话啊？百里拜见阿爹阿娘。拜见太师夫人，一路辛苦了。恁拄则是安是咧创什么话？我甲你讲，拄仔老师就是咧教阮吼，爱有事地主福基咯。阮拄仔就是咧尊师重道啊。那老师哦，佫有教阮哦，讲百善孝为先，这意思就是讲吼，阮对待阿爹阿娘佫老师哦爱尊敬。
以后阿爹阿娘你也是需要啉茶啊，还是掠啉吼，你就吩咐一声，阮就随到。人啊，你看文理甲武理大汉啊，捌代志，这完全是先生的功劳啊！学生可以不敢当，这完全拢是两位少爷的孝心啦。对啦，两位少爷，啊，你毋是有物件要送太师甲夫人？啊，就迄。爹啊，这吼是我这世人第一摆画的图，请恁笑纳。这是这吼就是之前老师讲的诗句的头两句啊。头上皇冠不用裁，我是白雪早上来。我是后尾两句啦，我这叫做平心不敢轻言语，一脚千门万户开。咕咕咕咕。这才是恁的话。对啊。大明，你看。了然先生啊，你对华府的一切，我父铭记在心。你若有啥物需要，做你开嘴。其实学生哦，并无需要啥物啦，只不过咧教两位少爷读册的时阵啊，文房四宝、琴、棋、诗画，假使若是有人斗相共，这是上好啦。有理，这是老夫的疏忽。安尼好，老夫即时叫一主动来互先生找教。秋香姑娘非常的聪明，甲两位少爷感情阁非常的好。假使若是有秋香姑娘斗相共啊，这是上好的啦。不过，慢免受勉强啦。夫人，我无爱嘛。是啊，老爷，秋香伊用伫我的身躯边，即嘛秋香无伫我的身躯边，我袂管是看是。哎，夫人，你都捌讲过，秋香缀伫你身躯边做查某囡仔，敢是讲真可惜。啊，他即马缀先生都在遐伴读学习，安尼敢是真好，而且对文理武理拢真大的帮助啊。想袂到太师真正秋香姑娘陪我上课。交到好朋友，人生是彩色的；交到歹朋友，人生是乌白。我即摆已经人生变乌白啊，因为我交到歹朋友。啊，嘿啊！你这莫叫我的名啦。啊，无要叫你啥？阿伯、阿公，紧转去啦！啊，无恁阿爹倒弹，恁阿嬷破病哦，这个责任我担袂起哦。是阮阿爹叫来找我的哦。当然嘛，恁阿爹啊，啊，不敢嫌大王呢。拜托的啦，啊无安尼啦，好无？你有啥物神仙的气质吼，规日我收手转来，你当作我毋捌讲过，你毋捌听过，啥物代志拢毋捌发生过，你只要拢转去恁酒店内底当场以话会友，好毋好啦？你讲几落，我听拢无啦。我问你，阮阿爹甲阮阿妈真正破病哦。讲无啊，差不多啊啦。我知啦，伊是咧烦恼我啦。因过来反正我甲你讲呢，即马太师我已经答应秋香陪华文华母甲我做伙读册安尼。我即马就要成功啊！拜托，你好人做到底啦，佮甲我同一站，我绝对袂用伫即个时阵来放弃啦。好啊，我看啊看，你竟然爱逼我做丈夫，啊，心你再甘愿着？世间第一可怜就是我。但是你从无问我一个交代，啊，无我要哪转去见恁阿爹啦？老反正啦，拜托一个啦，你是上可怜的人啦，你是上巧的人啦，你一定我都搞想办法的啦吼。啊，互你乱到啥物办法嘛想无啊啦，我即摆干那想要乌空安尼比赛啦。啊，有啊。你想到办法啦？我唔知我头壳才巧呢，啊，无啥想到办法，家己就来。哎，这段加走的，啊，加无用的，早在点厝的想就好啊。我甲你讲哦，我这个办法，敢若有法度替你挡2、3工哦。这2、3工，你家己爱紧想办法，转去厝的一段啦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是安我画来画去，总是画袂满意的。这敢是我想过急啊？对啦，愈记就愈画袂好啊。秋香姑娘，你的笑容
非常的迷人。